继续来看台湾的罐头，全世界有名。罐头的创意造型比赛嘛是热烈滚滚。参加比赛的学生用各种的罐头完成各种造型的作品，有创意嘛充满着趣味。美味心关系得到评审团大奖。 大船出港、海港职工得到最佳造型奖，鲜果样这是最佳的配色奖，夜市啊三宝是最佳人气奖，这是第2届国际公益罐头创新设计比赛受到评审肯定的作品。这一次有募集到了破纪录11家罐头厂商35000瓶这个罐头供7个学生作品来使用。罐头厂商也很希望透过这些 创意的结合，激发出更多我们业绩或是新品成长的动力。这比赛罐头全部拢会关乎食物银行甲弱势家庭。台湾罐头产业全世界有名。罐头工会希望用公益活动和社会大众了解罐头产业，带动创新甲正向的力量。